Hello， 大家好，我係 Alice 啊，歡迎你嚟到 Alice in the Ausland 嘅頻道。相信大家最近都有留意一個名為 Happy City Index 2025年嘅資料。資料顯示喺2025年嘅排名之中，阿德萊德位居全球第29位，成為澳洲最幸福嘅城市。我呢一個頻道嘅其中一個內容主要就係介紹呢一個既美麗又幸福嘅城市南澳洲阿德萊德。所以你想認識呢一個城市多啲嘅話，咁你就要留意我呢一個頻道啦。一連3集係會介紹阿德萊德嘅秋天。上一集係介紹咗點樣坐巴士去位於阿德萊德山上邊嘅 Manorthtic Botanic Garden。除咗同大家欣賞嗰度嘅秋天美景之外，仲帶大家行咗2條非常易行嘅行山徑。如果仲未睇上一集影片嘅朋友，我想請你睇返，千祈唔好錯過啊！今集亦都係會同大家去阿德萊德山上邊嘅一個小鎮，喺秋天嘅時候靚到好似童話世界嘅 Stirling。有好多媒體同埋旅遊網站都有報道 Stirling 係以秋季色彩斑斕景觀而聞名。的而且確 Stirling 嘅樹葉喺秋天變成紅色、橙色、金色，形成壯觀嘅秋葉景觀。可能你有疑問，點解成個阿德萊德山淨係 Stirling 嘅秋天係咁靚嘅？咁我哋就一齊去片睇下啦。由市區坐巴士去阿德萊德山區小鎮，我哋都係可以坐巴士 T800、T801、801同埋863，大約坐咗35分鐘，咁我哋就會喺第36號站 Mambaka Road 東邊落車。落咗車之後，我哋就身處喺 Mambaka Road Stirling 嘅一條主要街道。喺呢個位置已經睇到 Stirling 秋天美麗嘅景色啦。喺呢一條影片，我冇特別去設計一啲步行路線去欣賞秋天美景。呢一日我只係好隨心、好隨意咁喺一個溫暖嘅下午，喺 Stirling 呢一個寧靜嘅小鎮行嚟行去。如果你想要一啲建議賞楓葉嘅建議路線，喺片尾位置我都放咗一啲相關資料。Stirling 係坐落喺阿德萊德山內部，距離市中心大概係16公里。呢一個小市鎮周圍被森林、公園、花園環繞住，佢擁有濃厚嘅歐洲色彩鄉村風情。Stirling 喺秋天係南澳洲最迷人嘅地方之一，特別係以楓紅同埋濃厚嘅歐洲小鎮氛圍聞名，係欣賞秋色嘅絕佳地點。呢度種植咗大量歐洲品種嘅落葉樹，例如楓樹、橡樹、山毛櫸。每一年大概係4月至到5月，呢啲樹葉就會開始變色，由綠色變黃色，跟住橙色、深紅色，成個小鎮就好似彷彿沉浸喺金黃同埋火紅嘅色調之中。特別係主要街道 Mambaka Road 都成為拍照嘅熱點。事實上，阿德萊德整體係以乾燥地中海氣候為主。市區係好難見到一大規模嘅楓紅，都係㗎。Stirling 嘅樹葉喺秋天色彩多變，五顏六色。就算係喺 Manorthtic Botanic Garden 嗰度嘅樹，都唔夠 Stirling 咁色彩豐富。究竟點解 Stirling 嘅樹葉喺秋天色彩多變，而其他南澳嘅地區呢就比較少見嘅？其實都係幾個關於地理同氣候嘅關鍵因素有關嘅。Stirling 位於阿德萊德山，海拔較高，大概係400公尺左右啦。氣溫明顯比阿德萊德平地地區低，日夜溫差自然大。而秋天夜晚溫度降低，白天依然有陽光，咁嘅條件就促進葉綠素嘅分解，令到其他嘅色素，譬如話紅色、橙色、黃色就更加顯現啦。呢個原因就係樹葉變色嘅關鍵。再加上呢度歐洲品種嘅樹木種植較多。Stirling 呢個小鎮長期受到英國移民嘅文化影響，早期嘅居民同埋園藝師特別引進咗大量嘅歐洲落葉樹種，譬如話楓樹、橡樹、山毛櫸等等。而呢啲品種本來就擁有鮮豔嘅秋色變化，喺歐洲同埋北美成日都見到嘅。再加上 Stirling 社區同埋政府積極保護同埋擴大呢啲景觀嘅樹種，甚至係有條件保護特定嘅老樹，令到咁樣嘅秋季景觀係能夠維持持續多年。我自己覺得喺 Stirling 漫步有啲似去咗南歐一啲小村莊咁樣。
事實上 Stirling 本身擁有濃厚嘅英式同埋歐洲鄉村嘅風格，就好似呢個秋天景色，再配一啲紅色、黃色嘅落葉，磚紅色嘅屋瓦，咁靚嘅歐洲式村莊氛圍，令到成個小鎮都充滿咗詩意。呢度嘅咖啡廳、書店、商店，多數以木造或者以復古嘅風格去裝潢，絕對襯翻晒呢度嘅歐式、英式嘅氛圍。好啦，跟住去探下 Stirling 較為出名嘅店鋪先。第一間要探嘅店呢，就係 Red Cacao。佢喺 Stirling 雖然唔係一間傳統嘅大型朱古力工場，佢係一間小型手工朱古力商店兼咖啡館。所有嘅朱古力產品都係喺店內手工製作完成，保證新鮮同埋有創意㗎。所有朱古力都係由朱古力師傅精心手工製作，佢哋係用咗高品質嘅比利時朱古力同埋呢度嘅食材。Red Cacao 好多次喺南澳洲同埋全澳洲朱古力甜點比賽之中獲獎㗎。呢一間手工朱古力店成立喺2012年，至今已經經營咗超過10年。佢哋嘅創辦人 Dan， 佢喺歐洲嘅甜點店同埋朱古力店學習咗5年。喺2012年 Dan 返到澳洲之後，決定喺亞德萊德山創立自己嘅朱古力品牌。佢選擇咗 Stirling 作為店址，因為佢覺得呢度嘅環境優美，同佢對高品質朱古力嘅追求好配合。呢度有好多創新口味嘅朱古力，例如呢幾款啦，橙花、紅酒混搭同埋辣椒，都幾特別，幾多選擇㗎。如果你係朱古力或者咖啡嘅愛好者， Red Cacao 絕對係你喺 Stirling 唔能夠錯過嘅好去處啊！手工朱古力店隔籬呢，就係 Low Bethel Bakery。呢間麵包店喺1975年成立，佢嘅招牌產品呢，就係唔同嘅批同埋香腸卷，仲有嗰個巨型嘅 Giant Donut。呢間麵包店都幾多人㗎，下次去開 Stirling 可以去睇睇㗎。跟住去呢一間店呢，店鋪就俾橡樹林蔭之下，唔講都唔知原來有一間咖啡廳同埋雜貨店喺裏邊㗎。呢間店鋪名呢，就係 The Organic Market and Cafe。佢係一間售賣有機食品市場同埋咖啡館。呢一間商店提供多樣有機同埋本地生產嘅產品，包括新鮮蔬菜、乳製品、麵包、肉類、穀物，甚至酒類都有，絕對係健康飲食愛好者嘅天堂。而呢一間商店曾經喺2009年得過南澳洲有機零售商獎嘅獎項，係表揚佢喺有機產品零售方面嘅卓越表現。The Organic Market and Cafe 係一個結合有機食物市場同埋咖啡館嘅場所。呢間咖啡館係以健康素食為主題，提供多樣化嘅菜單選擇。而呢一間店鋪嘅環境設計係融合咗自然元素同埋創意，營造出溫馨舒適嘅氛圍。呢度有一個名為 Janice 嘅雕塑，係 Stirling 嘅藝術亮點之一。呢一座雕塑係由新西蘭藝術家喺2014年創作。雕塑呈現一艘葉形小船，船頂裝飾着不鏽鋼嘅帆，造型獨特而且富有詩意。Janice 象徵住轉變、環境保護以及對本地植物同埋野生動物棲息地嘅關注。又係時候要離開啦，咁我哋又行返去 Mambucca Road 36號站，坐返巴士返去市中心。一路喺度等巴士，一路喺度望住呢個美景。我相信呢一個時刻，呢一個巴士站絕對係亞德萊德最靚嘅一個巴士站。今集影片去到呢度，如果你中意呢一套影片，請你俾個 like 我。仲未訂閱我 Alice in the Ausland 嘅頻道，請你訂閱同埋撳埋隔籬嘅小叮當。咁當我有新片出，你就第一時間收到㗎喇。仲可以 follow 我 Facebook 同埋 IG。講拜拜之前，記得睇埋下一集嘅預告先走啊！下一集係亞德萊德的秋天嘅第3集，我哋係會去德國村。除咗欣賞紅葉之外，我亦都會同大家一齊食勻2間餐廳嘅德國豬手，仲會去埋亞德萊德最具代表性嘅一個士多啤梨農場。下一集嘅內容真係非常豐富，千祈唔好錯過啊！咁我哋下一集再見，拜拜。
day you're shining bright. In your eyes I see the light. Laugh and dance through the night. Can't believe this feels so right. Love with you feels like